对呀，200人是你们。工作了的。你差的了，中国人。那差谁啊？我们打，那你了。这些工作人都多呢。20万。对，好的，快点这个取消掉。等等。他们上工作等人呢，网港的彩票最嘛是优秀，但你拿路了，去我住那家那就里头，那罗巴达工作了，过去那拿路，这中在对个反应开始打桩事情。应该那个彩票鸟啥天呢？个个打应打桩事情。站住！那就。彩票鸟多，好吧？看到这要不？对。上去，交了你给他的彩票就把钱给马路过就上，那彩票中你能收得给他讲？彩票就鸟多呀，兄。啊，就个了这，啊，彩票鸟这位，就。那中奖是你能收得给你中啊？你能当？加的50%中的是多，你能当？你能当的。当就。你可不要忘记我们要遇到用老鼠来飞气球。现在根本中都是当。要哪个？这个。我要一个。你看啊。可以吧，就了。那你。你小孩明天回来吃啥哦？我要一个。走。如果出包，那就下到这边来了。交流了很多对这个，恭喜他这个。你说好。让他刮。啊，你能当就。你能当？彩票重要给啊，这次刮去个。我。这边刮。说就说刮。有点能高。还在准备台阶最好嘛？30元。对不对？工作。小孩。看一下，爸爸带去的，我带去的。坏了，没有。爸爸，我来弄。爸爸，我一定能中奖。结果当的呗。我想给你来。看到中国的，你拿看中国的。不的，你拿了那是出现，在这种，如果出现七标志或看啥，标志下方，如果出现77标志，中的这个葫芦也能刮吗？这葫芦能刮。数据了团嘛，中的。我这才是。看这也那么行。我的。200。我这呀，我这里呢，对的，200团数，爸爸超团数。 200万的，这些个的，这个2万不到2000的钱，工作用的钱。差的地点的200银子的，20万，这些个交200的，200万的钱，那我的现在这个200就是差。这个嘛的，这个的你这个的2万头嘛的，这些个家东去，这你说忍下。200的这些个200的七标志原来都是的话，如果出现7标志的话，即将得该标志下方所标的金额，如果出现下标的那7的话，出了，财神爷意思200的，那就得说的，就200的呗，得我说明了。那个咋的呢？或者你要这上你们，你17的话，7个月，7然后7个月，7个月。个10万、1000万、10万、100万，这200万嘛的。20万的钱。最高这里看在100万的啊，20万是多少？20万。那个他点个都不就是。呀，你那对的，你那就加到70万是多少？你滚出啊！70万嘛到了，你70，妈的，200，你70那你那50了呀，我的零毛钱就这个，你滚出20万银多都滚出。怎么行？那滚出什么？ 我这他这样，中个这个，中个20万就中过，我们。他听他哎，对呀200人是你们。工作了的。你差的了，中国人。那差谁啊？我们打，那你了。工作人多呢。20万的小工作人。大家推他妈一个。大家嘛，接了多久？哎，工作。大家是工作的。这样呢？给我看看。他这怎么想的？不了把专门的。工作20万是20万200的钱。啊，200嘛的这200，那700万了。那你100的万呢？你100的万呢？要记得是200。对，我是。
你看这多好，你工作20万，赚不相当多啊！我来帮你说。没有这么没有了的。他这个多，你这个。不要刷，不要刷，说没讲。哈，是工作室。妈的，赢了200万的，完了，我走。看了多，也蛮不就是多，看了多，这个加的。中了多少？这中了多少？你妈这有20万中的话，那肯定有。中了多少？我小姨这样拉一下就会。中了多少？帮我分析一下。你看这个里面是。要么这都是。哎，但是这个嘛，中的时候那就我的，他这个嘛，啊，你看这当我那这边的，当我那的20万。你家的也有这，你家这么多的，妈妈，你这么下，那20万人家滚叫的下。进去的下，对了，你这得到，你这听懂了？听懂了。他得到，这个是你就啊，把这个滚叫把这个，滚叫那还是钱吧。哇，中了哇，中了20万噻，他不要那个保安局，他对，开对这请他打。这打电话去打的，俺都双亲才中了40万。 77有那提中奖多少？200的啥了？他说7送团说了，7送解决团说了300的是。你学他说啊，这么的，他你哭嘛的？你想让这些后头这么的，哈哈啊，怎么回事？够呛的。对对对，你告诉那视频拍王哥的牛，这牛。这没心的，所有票们奖。我实在是个小个屁，激动个屁呀！我就是的。